失波又嘥時間㗎咋。係咪開波射得㗎？回一腳，打穿。打快啲打，三叔快啲打！我都打。篤埋去，哎呀！你睇我叔快啲打嘛！嗰啲草場啊，唔好咁容易拖個波，拖唔到。阿東以前啊，我黃上上，黃上，翻出嚟。準啲，執雞。快！過運。俾斜先啦，斜先。好，轉車。望下左邊啦，你嗰度好死啊個位。後邊喺度。從咩未出啊嘛？有啊，先，你未出啊嘛？啊，嗰度追埋就冇得攬啊！好啊，得嚟，繼續啊，繼續啊，冇追啊，冇吹啊，唔緊要啊。好嘢，我哋幫開波。落嗰底。追埋檔，追埋。喂，真草嚟㗎，要用力傳波係真草嚟㗎。要搶啊！搶一個包啦！不如換個位先啦，黃俊。使唔使係咁低啊？幫手一個出嚟幫手啊！喂，得兩個進攻嘅。拍啦！3腳啊，邊度？唔好飆，唔好飆。一個包，一個包，一個包。
一個拉落嚟要波，一個要波喂，你全部唔要波嘅。出聲報道，出聲行。誒，不球，啊！中，謝宇川，上一標。中籠啊，要中籠 OK， 唔好大力啊！你撞醒未啊？你咩撞醒未啊？唔好亂踢鬥啊嘛！啊，快啲近啦，俾啊！俾啦，係阮小姐。我哋俾啊嘛，你而家吹啊！麻煩 U8 男女混合 ，U8 男女混合 ，Anderson SC，大魚腩足球學校，請到 2A 場報道，麻煩 U8 男女混合 ，NFC，D2 Lions，請到2 boy 場報道。喂，拿通睇住。麻煩 U14 男子，黃大仙，紅夢高飛，請到2C 場報道。麻煩 U14 男子，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，RB，請到2多場報道。麻煩 U14 男子 HPFC 紅色火車頭，請到2多場報道。幾遠啊？哇！你推都睇唔到你啊！試啊！好啦！要俾啦！拉闊，我想入啲啦，再遠啲啊！射啊！可以。哇！好波！麻煩 U10 男子，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，雞蛋仔 FC，請到3A 場報道。麻煩 U10 男子，天氣 NTFC，請到3波場報道。麻煩 U12 男子，紅夢高飛，黃大仙康樂體育會，請到3C 場報道。麻煩 U12 男子，R10 Dragons Football Academy，米布勁師，請到3多場報道。俾啊！走啊！俾走！唔好下到，唔好鬥！
唔耐啊，嗌啊，要波！試下，靚。有啲簡單嘅先好冇啊，冇得瀟灑啊嘛！望遠啲，望遠啦，望遠。好嘢，嚟得，好嘢。有啲簡單嘅冇得瀟灑落上，冇得咁樣比㗎。要克服場地問題。之後，好吧。走。好嘢，係啦，呢波幫我上，啱啊，你出。遠處啊，遠處，射地杯。睇三刀，睇三刀。哎呀，左腳食。我呢種。喂，2打1啦！